有一种声音，你暂时听不见，也无法说明。一旦说了，就错过那真实。你必须全然宁静，便有机会突然感受到那玄妙之物。一旦听见它，你就进入宇宙的奥秘境界。有人体尝过，实证过，他愿意引领你进入。如果你也向往，这一次别再轻易错过。这个曼达拉瓦供的石头底下有一块石头呢，就是黄金颜色的，这个有那个牛的脚印一样的，有一个石头在这个底下，我在水边找到的。然后我那天绕一次的时候，那天捡几个石头在这里供，然后这里顶立。供神供曼达拉，这个地方这样做，那你看虚空特别的好，这样打坐非常舒适。那你从这里一看，这个山上的那个，很像个观音，送子观音一样的。Here is the and it said that it was written by Milarepa's finger. He wrote it. 他是来自弥勒日巴尊者曾经修行的圣地拉契雪山的比丘瑜伽士努巴仁波切。我们修行的目的并不是这么我们是通过而修行的，我们要解脱，我们要这个快乐而修行的，所以必须应该要这个心情舒畅是很重要的。他所行脚的不是一般的高山，而是海拔3900公尺到4800公尺高，位于尼泊尔东北与西藏交界处。藏人称之为拉契圣山，生活艰困，人烟罕至。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出发，得舟车劳顿，翻山越岭，餐风露宿，攀越悬崖，走过急流，踩着临时搭建的木桩、腐朽的木桥和铁线吊桥，行走将近1星期艰困的路途才能够抵达。而这个地方之所以神圣，是因为西藏最伟大的瑜伽士密勒日巴在此修行，成就佛果。在有些圣地去朝圣的话，不但是这个你看到山水，而且呢也是你旅行更大的自然。所以特别呢，就是这个像尼泊尔、印度这些地方比较贫瘠的地方去的话，也是三照我们自己的这种慈悲心。本土的中坡的地下的，的啦啦，朝里的下的人呢，敌人的嘛有点怕下家，俺个里是下的朝里人的。效法密勒日巴尊者的精神，努巴仁波切从1998年开始到拉契许多次，总共待了7年多，持续闭关最久的一次长达4年。最后一次离开拉契是2009年，2010年再度上山，村民已经在山脚下等候多时。야 잘라봐도 잘라봐도 손재 감도 있어. 아야. 네 랍진 나과 진저기 샵자. 이 뭐라 직 쉬비인다. 나서 상만查着呀. 여기 탐졌어요.
哎呀，去那看谁那个都就打过，差不多。你去那的，好多没个是不的。有这人不是成不了的还来了去，讲啊或者啥人兄弟。哦，你去那都加挂去的时候对吧？那估计都，慢慢想想。你去那都我来讲不上，你这全家送这个不顺事，你拿着拿块钱这个小价。将近1000年的历史圣物，也因着努巴仁波切的到来得以重见天日。随行的弟子还能够接受珍贵的加持。喝水。这是当年大黑天供养密勒日巴的圣水。最特别的是，无论多少人喝，这里的水位终年不增不减。尊者密勒日巴在这个地方呢，他那个时候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了，是不是一个无人的地区？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他就这个修行，这一切都是，他呢将来回向给未来的这个修行人。所以尊者密勒日巴说，将来的修行人不会有我这样的这个辛苦。任何一个众生听到密勒日巴的这样一个圣号，是不是他起到这个恭敬心、欢喜心的话，就是这个70不到3恶趣的，是不是克服种种的困难，消除了很多过去生的很多的罪业，能够净化，同时也累积了更大的质量。努巴仁波切的愿心，亦如密勒日巴的愿力。为了亲见那朵长在心中的莲花，为了绽放利他的花香，现今的努巴祖古昆丘滇金仁波切已经是第12世转世。1942年，当他还在母亲胎内时，就已经被第34世直贡法王认证。坐床时年仅5岁，6岁开始正式修习佛法，15岁开始修习高等佛学及密续，17岁已经精通汉语。1966年，由于西藏政情变动，开始过着农夫和石匠的生活。1989年，在第10世班禅喇嘛的安排下，仁波切进入北京高等佛学院就读，并取得学位。1992年，仁波切抵达印度，曾是根本上师尊贵的止贡彻赞法王。一个宗教就是有人性的每个宗教都是错误，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承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障碍，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烦恼障、业障、所知障，各种障碍所存在。근데 다 다가면 신기 들이켜 서 가라서 다 님만가도 왜 뒤인디 심제 탐제 뇨모 라과다 근데 손음 그초 다 냠마부 인디 자네 근데 사주멜ung 조알라서 버틴데 그 노제 망부지 용구여리 근데 인디 근데 가라서 다리 그 초준 디피니 에는 잠링 유루 탐제라 직다 시대여야다 디기여야 근데 돌에 통모 자신분나 비나 편도 첨부여레스西藏，一个对深入内在探寻奉献了2000多年的唯一国度。努巴仁波切，一位来自密勒日巴大师圣地拉去雪山的实修瑜伽士。他曾经在那遥远的圣地亲见过那朵长在心中的莲花。Om Mani Padme Hum， 礼敬持有珍宝莲花的圣者，顶礼观世音。让我们在仁波切的带领下，和观音相应，让本有的慈悲苏醒，绽放心中璀璨的莲花。Om Mani Padme